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临在。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52992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患者增加243个，死亡个案也有151个。讲到这死亡个案内面呢，包含一个8个月大的查甫婴仔，甲一个15岁的这少年囡仔。这个少年囡仔隔离结束了后，登去学校上课却昏倒去，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另外，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对这感染的这个疫情趋势图来看，北区疫情当咧下降，中区还佫伫咧高点，南区含高雄是当咧悲观。不过，这南区的专职病房甲负压隔离病房，这空床率却是无够三成。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连续第5天下降，初六8日新增加52992例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7000多例上多，过来是高雄、台中、桃园甲台南，中重症新增加243例，死亡151例。死亡个案当中，是有146位有慢性病史，那未打满3剂疫苗的有110位，其中有64位是没有接种任何一剂的疫苗。其中有1位囡仔加第1例青少年重症死亡，儿童感染死亡的比例是8个月大的查某婴仔有先天性泌尿系统疾病，5月底时阵因为发烧，也有敢若是手术的空喙感染带去，上尾因为细菌加新冠病毒感染引发败血症死亡，是国内第16件感染死亡的儿童个案，因那青少年死亡个案是15岁，无慢性病史，做过1剂疫苗，确诊了完成7天的居家照护了，登去学校上课，突然间昏倒，送医了死亡。司法相验之后呢，诊断为就是说是一个病毒性的心肌炎合并有急性的肺水肿以及心因性的休克那也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但是中共自感染趋势图来看，北区已经向下降，中区依然伫咧高点，南区甲高雄向上升。目前南区专职加负压隔离病房空床率无够3成，也过来努力。昨天有请南区积极在开病床昨天大概1444，那今天多开了一些1518，那也在持续努力中，那空床率是29.5%。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国内5到11岁囡仔开始做疫苗1个月来，第1剂疫苗的注射率超过6成，再加上确诊人数、社区涵盖率已经达到74.2%。若是以各县市儿童疫苗注射率的数据来看，云林县注射率上悬8成2，过来是嘉义县、屏东县、连江县甲金门县。注射率上低是贵人市，只敢拿3成3。另外，国内第2遍感染的人有1212人。指挥中心讲，第2遍感染常常看到的症状是发烧，不过病情的严重程度也搁来观察研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儿童重症个案到今已经有36例了，而且进前也出现头一个感染了后引起多系统的这发炎症候群，伊是一个10岁的查甫囡仔，身躯顶有真侪器官拢伫咧发炎，致使伊规个人昏去，送到家护病房抢救5天了后，目前已经较稳定了。医生表示讲，若阵囡仔复原了后，4到6礼拜之内，若阵这发烧找无原因，家长就要特别注意。本土疫情退烧，儿童着病数也一直增加。初五暗，台大医师林明泰就伫面册发文表示，4月底捌收到一名10岁确诊的查甫囡仔，也毋过是轻症，2天就好啊。想要到5月底煞出现了淋巴结肿起来、气针骹手肿起来情况。经过诊断，是得到多系统发炎症候群，伫家护病房急救5天才脱险，是全台头一个确诊空号并发多系统发炎症候群的个案。感染后的一个免疫的反应，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可能在他身上已经都被清除掉了，但他身体的免疫反应还不打算冷静下来，可能会发生在这个感染后的2周到6周之间是最常见的。然后粗估大概。这个最糟的状况大概1/1000。医师表示，儿童着病了后，就算是轻症，也可能发生多系统发炎症候群。主要发生年纪是伫0到19岁，其中高于6至12岁较侪。当囡仔着病康复了后，续落来6礼拜内拢是观察期。若出现胸继续发烧，阁有腹肚痛、老吐、皮肤起深毛等状况，都爱尽量注意。伊的致死率大约是1至2%，早期介入会当降低死亡率，做1剂新冠疫苗也会当降低97%的风险。
发生的机转不清楚，完全康复以后，如果又产生发烧的情形，然后找不到原因的话，要很小心是不是有这个多系统发炎性症候群。另外，用来治疗新冠肺炎的主要使用药物之一瑞德西韦，因为高大甲剑桥大学的研究所发现，有新的妇女确诊了后，若使用瑞德西韦，药物所分解的代谢物会当伫水片胎儿胃中测得到。虽然无发现对胎儿有明显的风险，爱评估潜在后续大过风险才导游。瑞德西韦它的药效成分可以通过胎盘进入胎儿，它的结果是40分钟就可以代谢成它的药效成分，那60分钟就可以经过胎盘组织进入胚胎，进到那个胎儿的肢体。针对这个研究，指挥中心表示，瑞德西韦是着病才会使用的药物。卫生妇女若讲需要使用，主要是因为中重症还是预防出现特殊状况，医师会评估才考虑导药。未来这个研究拢有延续，还是后续发表，会搁提到专家会议中就诊治指引部分监视参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快台汽车欠命，这今日开始卖第2轮咯。不过这届却是无啥人去排队。另外，囡仔通领这免费快台汽车范围，搁再掠搁较大咯。2015年9月初期以后出世的囡仔，拢有资格通好领。另外，高中以下学生学校也会分4支免费快台汽车。新名这快台汽车第2轮车6开卖，台北市中山区这间药局并无出现大量排队的人潮。就算讲同一天嘛开放2015年9月初之以后出世的儿童免费领，开卖进前嘛只有2个人来排队，甲第1轮抽签的状况是差真多。购买人潮没有像第1轮那么多，相对是只有少数几位早上在开卖之前就来排队。那系统会进行判断，就是他符合0到6岁免费领的时候，系统会跳出提醒，他可以领取免费的快筛。那我们就没有民众需不需要先领免费的，额外有需要再买第2轮的部分。这摆每间药局分配快台汽车为78份增加到117份，另外国小到高中也有5转前3年的学生，买使伫学校免费领4支快台汽车。不是那么的踊跃了哈。今天早上哈卖完的8家哈，总共卖出了6万1，免费领的大概都维持2万左右了哈。不过我还是呼吁，可以领的还是尽快来领，我们到6月底而已嘛。一天如果是2万，或者是3万，那这样其实我们只有30天可以领的话，也不过可以领到差不多80、90万。但是中表示，儿童免费快台汽车目标是124万份，呼吁符合资格民众赶紧来领。药师提醒，无论是公费快台汽车，也是儿童免费快台汽车，拢要按照身份证编号来分流。记者郭文耀随台北报道。劳动部公布上届新的无薪假统计，这数字搁再升悬咯。这劳动部即摆也推出安心就业加充电搁触发2个计划，其中充电搁触发的计划，无薪假劳工若准去参加这职业训练，逐个月上济会当领超过24000块。伫就业服务站内底来找头路的民众袂少，疫情要小媒体，劳动部最近公布上新无薪假的统计。数字嘛是一直创下新高，在这压力之下，民众讲头路是真歹找。现在应该都不好吧，景气这样子，找到很好的不太容易，可能也是好的公司也不会像是急找人啊。除了就业服务站提供找头路的机会，为了保障许无薪假劳工的生活，劳动部推出安心就业甲充电再出发2个计划。部长柯明春亲自翕影片来说明，强调安心就业的计划是以许无薪假劳工前6个月平均投保的薪水为基础，在许无薪假的期间，薪水的差额若是在7000块以下，会罚3500；若前差7000块至14000块，就会罚7000块；差额若超过14000，会罚11000块，上久会当领24个月。也可以选择参加安心就业计划，领取减少的薪资差额补贴。这2个方案都是在协助减班休息劳工，降低疫情对劳工朋友的冲击。另外，充电再出发训练的计划是鼓励劳工趁休无薪假的期间会当学一寡技能，而且参加职业训练，1点钟会当补助186块，一个月上侪144点钟，上侪会当领到24192块。也若进前规定，敢若会当申请6个月限制，目前已经取消啊。多学这个新的这一技之长或第2专长哦，避免无薪假之后呢，甚至变成歇业的情况下，而这个变成待业无业的一个情况，至少有一技之长的话，还可以找到新的这个工作。
劳动部表示，因为安心就业计划上久会当领24个月，过去2年来已经申请过这个计划，而且领过24个月补贴的劳工，未来袂当再申请，不过会当换申请充电再出发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确诊的死亡个案要到3000例。最近针对确诊者遗体火化证据，指挥官陈时中今日搁再背回，强调公告到大拢无改变。顶年是已经讲是24点钟内爱报告赶紧火化为原则，也提醒相关单位一定爱说明清楚。疫情还当地滚价，确诊者遗体火化的议题嘛持续在讨论当中。国民党团初六举行记者会，推出去年6月初8，副指挥官陈宗彦讲过的话来批评指挥中心。那在地方殡葬的管理机关的实务上呢，都还是依据24小时内火化。那也依照指挥中心的这个标准，做双层丝带的这个装入。所有的殡葬处理的管理都是在内政部底下，那他自己都承认了，他自己也都了解了，地方上的处理就是24小时之内的火化。那今天陈时中为什么要推得一干二净？面对争议，指挥官陈时中初五提出公文，强调讲是24点钟内爱报告，也若处理的方面是以赶紧火化为原则，并无要求爱伫24点钟内。也若初六去访问到甲地方的沟通感受出现问题，伊是搁一改背回讲，公告拢无改变过，是要求爱赶紧处理，不过并无要求24点钟内爱火化。COVID-19 公告在第5类，那第5类里面都是要24小时报告，但是 COVID-19 跟我们新型的 A 型的流感里面都不需要在24小时里面去处理。去火化是要求要火化或深埋要报告要报准。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通报时间一样24小时。尸体的处置是火化或报请地方主管机关核准后深埋，这边并没有24小时一定要火化。但是中马表示，遗体若需要暂时生病例，也是建议赶紧处理，以袂影响处理遗体的单位为原则。最近嘛请陈宗彦伫个民政系统甲相关的业者来讨论，找出感受搁较符合民俗的方法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高中以下今仔日开放登到学校上课，只是讲去学校上课有好也有歹。有家长烦恼讲接触人群比较较危险，也有人认为讲减少使用3C 产品是对囡仔真好的。另外，学校即摆课程也要做一寡调整咯，就是甲一寡课程改做是毋免溜嘴暗的课程。若阵家长也是会烦恼，也是会当轻松一假。囡仔春手望体温，运动若正常就让入去学校。伫冷了2礼拜，经历过远距上课了，实际登去学校上课第1天，2礼拜无看到同学啊，有人真期待，也有人会担心防疫的问题。来上课，你们早上有很早起床吗？有，因为我家住基隆，最近那个死亡症越来越多，对，然后就是怕确诊，然后重症。前2礼拜伫咧出来上课的时阵，老师伫咧学校实行教课，甲伫咧出来囡仔互动。因过因为伫咧出来长时间接触3C 的产品，所以家长认为转去学校上课对囡仔较好。要家长提醒囡仔去学校上课一定要注意防疫。因为一直待在家里，就是整天就是跟3C 产品接触嘛，那也不太有机会在外面跑跑跳跳。餐前后要洗手，就是勤洗手啦。然后我们酒精也都是不离身这样子。台北市高中以下各级学校自初六开始恢复转去学校上课。学校也做好防疫的准备，所有课程拢有调整。譬如讲，为了要减少烫水眼的机会，所以音乐课是无上爱本的乐器，改做节奏乐器。课程上到就是只要是要脱口罩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就不上，就是共同使用的球类就不用。大家国小校长李宗辉讲，转来学校上课的第1天，学校是采取混成教学，家长若是还阁会担心会当请防疫假。未列入出缺席的记录。台北市教育局统计，初六中小学总共有9473人请防疫假，差不多占总学生人数的2.7%。一若到初5，台北市儿童疫苗的注射率已经到56%。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即马中南部疫情正咧探进入到高原期，台中市今仔开始针对168间24点钟服务的中照机构，这内面的病人和工作人员就要全部做体检，计共有16000多人。另外，高雄也有14万个新长者，大家拢会发2支免费的快筛试剂互因。 1号警官的动作小心佮细致，台中市府初6启动长照机构的体检，找20间病院去168间通过暝的长照机构，摕16000名的住户佮工作人员来体检。若准现场医师判定快筛阳性确诊，就会当提供治疗药啊。这些公费的试剂，就是对机构来讲，就是一个很有帮助的部分。因为其实有一些机构是真的很小心，就是让这些住民其实也不用就是有问题，然后一直要跑出去外面。 那我觉得就是可进性又更好。台中市府表示，因为有真侪住伫长照机构的住民有慢性病，若准确诊拢是高风险族群。为着要让住民甲工作人员会当量早体检食药啊，避免伫机构内底群聚烧话。这礼拜开始连续7天的全民体检，经费大开始1000多万。邀请了20家左右的大型急救医院进到这168家，这个礼拜要去把它做完全面的普筛1.6万人。那这里面的住民，那如果有确诊，赶快把它捞出来，给他用药，给他治疗。高雄市府嘛针对心脏者分快筛，有民众拜一日透早就去三民社福中心，伫柜台头前排队，要领2支快筛试剂。高雄市府统计，全市拢总有14万名心脏者，只要摕身心障碍者证明或者是身份证，就会当去18位的社福中心领免费的快筛试剂。因为他们本身这个可能工作能力啦或有限这样子，但是这对他们来讲的话，也是一种福利啊。 高雄市府表示，柜台服务时间是拜1到拜5，透早9点到下晡5点。若准是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者，社会局嘛会甲心脏团体合作，派人甲快筛试剂送到厝。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即马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啊，所以这视线看诊的需求量变多。有机关发现讲，对5月中到5月底，这台北市联合病院视线门诊有真侪人挂号，说是拢无来线顶看诊的，就占会到3成。台北市联合病院表示，因会做调整，尽量莫造成资源的浪费。他现在有什么症状？现在还在发烧。用手机来镜头视线，详细问病人确诊了后身体的状况。 为着高风险的个案，赶紧摕到口服药啊！指挥中心实行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的政策了后，诊所实行看病人数嘛得咧增加。当他做视讯看诊的时候，就是挂号的时候，就等同他当天来挂号。当天来挂号，我们看完就直接就通报，而且不是确诊者那时候要视讯看诊，因为他在居家隔离中，他也没办法出来，之后的追踪都是用视讯看诊解决的。 医师表示，目前诊所每一天差不多有2/3的患者，拢是以药用视讯予医生看。每一个患者问诊的时间差不多爱10分钟至20分钟不等，其实是真无用，嘛会长看病的时间。就伫咧视讯问诊需求大量增加的时阵，有机关所发现讲，从5月12至5月25，伫咧台北市联合病院14111个视讯挂号内底，就有4129个人有挂号煞无予医生看，比例要到3成。 其中还阁有27个视讯问诊，所发现讲有人挂号，医生嘛准时出现，煞无半人来看病，至于讲是无采用医疗资源。入口里面呢，它在对应后线的医师，所以呢，这个绝对不会有所谓的这个人力上的浪费啊，绝对不会有的。而且呢，这个使用量非常的大，它就线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而且呢，那个人力的调配。 就是依据那个的量，随时可以增减。联合病院表示，快筛阳性就算是确诊的政策宣布了后，头一天因视讯予医生看的都有600个人，第2天增加到900个人，第3天甲第4天视讯看病人数创下新高，拢有1100个人次。而且线顶视讯门诊甲过去实体门诊，由一个医师配一个护士的模式是无同款的。病院嘛拢会因应迄天的需求做相关的调整，绝对袂有透支医疗人力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所以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北韩测过发射8粒的地弹飞弹，被指针对着南韩美国联合军演了后，咧甲因枪声。南韩总统尹锡悦除了公开谴责以外，也表示讲南韩会用上严厉的手段来做回应。南韩甲美国因也正罕见用行动来反制北韩。伫半暝3点多的时阵，发射8粒地对地陆军战术飞弹来回应北韩的行为。一粒接一粒飞弹伫半暝发射出去，这是南韩初6伫台湾时间透早3点45分，甲美国做伙向真济目标发射8粒飞弹，用反制的方式来回应北韩初5的8粒飞弹试射。对北韩今年第18届发射飞弹，初6起首尔东区区的国家公墓国立首尔宪中院出席第67届宪中日的纪念仪式的南韩总统尹锡悦，伫对到战亡将士的时阵致辞。谴责北韩行为是咧威胁东北亚的和平稳定。 북한의 핵과 미사일 위협은 고도화되고 있습니다. 어제도 여러 종류의 탄도 미사일을 발사했습니다. 북한의 핵 미사일은 한반도는 물론 동북아와 세계 평화를 위협하는 수준에 이르고 있습니다. 北韩初5发射飞弹了后，尹锡悦就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听完官员的报告了后，伊就要求要扩大韩美伫地区威慑力，继续加强双方军事的联合防御，而且对北韩发射飞弹的枪声行为，真罕咧决定用南韩7粒、美国1粒，拢总8粒地对地陆军战术弹道飞弹的方式来反制，表示南韩会用坚决严格的手段来回应。 우리 정부는 북한의 어떠한 도발에도 단호하고 엄정하게 대처할 것입니다. 북한의 핵과 미사일 위협을 억제하면서 보다 근본적이고 실질적인 안보 능력을 갖춰 나갈 것입니다. 外国媒体报道，韩美联合反制飞弹，甲北韩近一天发射飞弹能力是同款的。美选择反制，嘛是尹锡悦进前甲美国总统拜登会谈了后，强调要加强增加合作的策略，决定要互敌人了解做伙死的风险，达到合作的效果，特别简单对美国的盟友发动核武攻击。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 罗西亚伫礼拜形容对基辅的郊区发射飞弹，讲是甲东欧国家所提供的战车毁掉。不过乌克兰表示，去互毁掉的是一间火车的维修厂。另外，罗西亚总统普京也警告美国，若准提供长道的飞弹，互一个乌克兰，就会扩大攻击的目标。 见到要互飞弹射着了，规拢害去。俄军自4月底停止攻击基辅，转向乌东，礼拜对基辅郊区发射飞弹，射着这间火车维修厂。4 ракеты упало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завода.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вреждены 3 цеха. Одна ракета упал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Воронку мы там вам покажем. 基辅市长证实，迄天市区发生几多件爆炸。乌克兰空军也讲，因发现俄军部署伫里海地区的轰炸机向基辅方向发射长程飞弹，被射到的维修厂向媒体展示火车的零件甲车厢，强调因的工作内容是和平的引导。俄罗斯讲，因确实有对基辅发动攻击，不过目标是外国提供的坦克车。 Воздушно-космически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и, высокоточными ракетам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большой дальности. На окраине Киева уничтожены поставленные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танки Т-72 и другая бронетехника, размещенная в корпусах вагоноремонтного предприятия. 俄乌双方对这件代志讲法无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老为呛声。 Если они будут поставляться, из этого мы будем дел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выводы, применять свои средства поражения, которых у нас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аносить удары по тем объектам, по которым мы пока не наносим. 普京讲，乌克兰若是有长程飞弹，会对俄罗斯造成威胁。伊虽然无说明新的攻击目标有多一寡，不过正明显是咧警告西方国家唔通搭红线。美国总统拜登顶礼拜才同意要提供先进的火箭系统给乌克兰，并且强调乌克兰有保证讲袂用来攻击俄国境内目标。 另外，伫目前战火集中的乌东地区，乌克兰官员讲，最近几天已经收复被吞的刺客一半领土，希望西方国家提供国家级武器。总统泽伦斯基礼拜也到扎波罗热为前线部队加油。公司新闻曾回面编译。
美国小连续发生枪杀案，总统拜登也呼吁讲，要爱合理管制枪支。想袂到，伫前2天，一个拜6礼拜，美国有8州发生枪杀案。伫咧这个田纳西州呢，也有宾州这枪杀案内面，其中有3个人死亡，10多人受伤。伫田纳西州的南部城市查塔努加市中心的玛丽酒吧、甲航霸店附近发生枪击案，造成伤亡。死者内底有的是去互枪支弹死的，有的是去互车弄死的。警方表示，开枪的毋是一个人，而且犯案了后，驶车离开现场的时阵，还佫去弄着人。At this time, we can confirm 14 gunshot victims and 3 victims that were struck by vehicles that were attempting to flee the scene. 最近查塔努加市是真无平静，一礼拜前才发生枪击案，有6个人受伤。市长凯利伊讲，伊是一个爱拍蜡的人，嘛是一个支持持有枪的人士。针对发生这个案件，伊表示会要求国会推动基本枪的管制，不过毋是甲枪拢没收，是建立强制各自调查的机制，禁止使用会当入真侪枪支的枪支壳啊。就伫田纳西州的枪击案发生差不多2点钟进前，宾州费城的市区嘛发生枪击案，造成伤亡。警方表示，迄当阵警察当伫咧南街咧巡逻，听到几啊声枪声，而且看到几啊嫌犯向济民众开枪。警察嘛向其中一个敢若29公尺远的嫌犯开枪。The officer drew his weapon and fired several times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unknown male. We believe striking him. The unknown male dropped his handgun on the sidewalk and ran southbound on 600 American Street. 过是这个拜6礼拜，美国有8州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5个人死亡，65个人受伤。根据非营利调查机构枪击暴力档案的资料，今年到6月初5为止，美国至少发生246件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这种暴力的行为问题是真严重，民众因为枪击案心情都还未恢复咧。新的案件所一直在发生，大部分美国的选民，包括下党派人士，拢支持加强枪的管制。不过，国会内底的共和党人，甲一寡温和的民主党人，却是以宪法保障人权为理由，阻挡相关的修法。公司新闻吴明登报。这非国家奈及利亚南部总有人伫咧伊的身躯顶爆炸弹去攻击教堂，当场尚无有50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奈及利亚总统布哈里谴责讲，这是一个非常恶质的杀人事件。因着教堂4个恁当行一连，涂骹拢是沙灰甲废料，就知影迄当阵情形真混乱。奈及利亚当地时间礼拜，正多是南部地区旺多州圣方济天主教堂，早起伫咧祷告的时间，有几多位武装分子走入来攻击，造成至少50个人死亡，将侪人受伤。根据警方掌握的消息，武装分子引爆炸弹，尾后就向参加活动的人开枪，有几60个人当场死亡，其中也有真侪是囡仔。病内面陪伴着真侪受伤的人加担心的家属，到即马也无任何组织这边承认犯案。It's quite unbelievable that somebody will come and the intention was to kill everybody in that church. And those running out, they were being shot from outside. Those who were inside were being shot from inside. They threw 2 dynamites to blow off the altar down to the sanctuary. This kind of desecration can only be done by the evil one. 奈及利亚总统哈布里严厉谴责这件杀人事件。教宗方济各也发声明讲，正伫咧为受害者甲奈及利亚祈祷。目前武装分子攻击的动机甲详细伤亡人数，也搁等待警方调查。旺多州的州长讲，会用一切资源调查，互凶手付出代价。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庆祝女王伊丽莎白2世登基70年，对初二开始连续4天拢庆祝活动。礼拜是最后一天，身体无拄好的这女王和王室的成员做伙出现伫白金汉宫的露台，接受民众掌声。女王也发表声明表示，未来会继续替人民服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伫咧白金汉宫的阳台出现。民众全部拢站起来欢呼。女王穿着绿色的套装，伫咧查尔斯王储加大孙威廉王子、不系乔治小王子等王室的成员陪同下，伫白金汉宫的露台向民众握手致意。虽然即间出现几分钟仔尔，不过已经互现场的民众情绪真嗨，因为96岁女王最近脚无啥爽快，徛甲行拢无啥方便。尾仔女王也发声明讲，对民众热情响应白金禧的庆祝活动，
伊满怀谦卑，也深受感动。虽然可能无法度亲自参加每一场活动，不过伊的心一直甲大家做伙。在你厝内人的支持下，将会尽量为人民服务。Well, it was very exhilarating, a once-in-a-lifetime experience, especially when we actually got to see the Queen come out on the balcony. That was just everyone around me was crying, especially singing the anthem. 白金禧庆祝活动上尾天，现场正热烈。除了白金汉宫头前的演唱会，游行活动也互人看甲目睭花。英国王室黄金马车也出现，虽然女皇无亲自坐伫内面，不过车顶有伊少年时阵的影像，向大家下手致意。游行队伍前后长3公里，象征着多元融合，充满着文化创新。参加游行的表演者有到6000多人。4天的白金禧庆祝活动，女王只敢公开出现过2遍。包括活动的第1天，女王甲厝内人伫咧白金汉宫的阳台接受大家的祝福。I think it's amazing for one person to reign for that long, and we never get to see it again in our lifetimes. I think the Queen has spent 70 years building a reputation as an individual. She's like internationally iconic, and it'll be very hard to replace that. 除了王室这位的哈利王子甲伊的看守梅根也返来英国参加白金禧庆祝活动。不过除了圣保罗大教堂的感恩礼拜，其他的庆祝活动2个人拢无公开出现。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中华奥运进前有收到杭州亚运组织委员会所出版的英语竞技手册，因说甲台湾列作是中国上界大岛书。中华奥会伫咧5月初有向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反映，中华奥会副主席表示，目前这件代志抑佫伫咧处理。大联会造型相当吸引人，这是杭州亚运主体育场，也过受到疫情影响，咱国选手要到明年才会当去中国比赛。到伫亚奥会顶个月初头宣布杭州亚运延期举办进前，中华奥会收到杭州亚运组委会出版英文版的运动技术手册，内容将台湾列为中国上大岛。在对外方面，我们马上弃函这个亚奥会及这一个杭州。亚运的这个组委会，表明我们的立场。体育署知影了后，认为问题将咱国列为中国领土之一，已经严重矮化咱国。随即请中华奥会向中国奥会也是杭州亚运组委会协商，删除相关涉及政治敏感问题。同时，请台湾籍亚奥执评委员陈国基向亚奥会表达抗议。体育界认为，政治不应该介入体育，相信中华奥会会审慎处理，表达立场，也保护选手参赛权。中华奥会必须要代表我们所谓的我们台湾嘛，就是中华台北。要表达这样严正的立场，感觉上是比较不是很舒服啦。但是我们毕竟体育跟政治，我们就是不大会去划分也不想因为政治影响到选手权益。中华奥会副主席蔡树就表示，杭州亚运延期相关竞赛甲裁判需要甲各体育单项协会协商，做上适当的处理。这个代志由原来处理的阶段。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美国籍的亚洲查甫人涉嫌走去美国旧金山前头家徛家，甲伊威胁，讲要求伊爱甲一个价值美金300万的虚拟货币，最后是9000万台票转到伊的口座。落尾成功了后，伊规人是逃亡来到台湾。台湾刑事局5月伫高雄抓着人，美国也已经派人甲伊带转去治罪啊。这只白色的轿车驶入去停车场了后，车底2个人随落车，窗附近拢无人，甲后头开开，内底竟然还阁藏一个查甫人。会暗看这个人的行踪，是因为伊伫咧外国涉嫌犯中盗罪，所以逃走来台湾。刑事局接到美国 FBI 的通报，这个美国籍华裔姓张的查甫人，今年3月份伫咧旧金山涉嫌拿刀走入去因前头家的厝内。为着要防认出来，伊规分尸是连面就封甲密，还阁伫咧分尸顶挂平板电脑，显示文字恐吓因前头家爱甲300万美金的虚拟货币，差不多9000万的台票转去伊欠虚拟货币钱包啊，也就是 Cold Wallet。要让这个查甫人钱一个摕到手，就随出境走来台湾。在美国，这个强盗的账户加密货币有做部分的一个洗钱的行为。那我们的一个分析他大部分抢到的这个300万左右的加密货币，都还在这个冷钱包中。画面内底这哪像 USB 的 Cold Wallet，
内底就有这姓张的查甫人抢来的钱。警方怀疑讲，已经将部分的加密货币换作是现金，加做来台湾生活的所费。也若为着要调查伊来台湾，敢是为着要暗藏伊犯罪事实，警方透过监视器一路追查，为新北捉到高雄去，落尾甲伊逮捕到案。On behalf of the FBI and our San Francisco Police Department partners, I would like to recognize NIA and CIB for the prompt and safe return of Zhang to the U.S. 因为涉及重大刑案，这个姓张的查甫人，伊的护照已经去美国政府注销，来台湾并无合法的身份。咱国照移民法等等的规定，甲人躯体到案，而且强制甲赶出国，即个靠台美双方的合作，甲这个已经逃亡超过2个月姓张的查甫人抓起来，接受法律的制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个月31日，高雄空军官校 AT3教练机伫咧训练的时阵发生意外，飞行官期待军不幸别死。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去到高雄公产基地听专案报告，要去慰问飞行官期待军的家属。今仔日是空军校尉期待军春节头7，家属早起伫失事现场交训了后，下晡甲伊的遗体送去火化场火化。伫出发进前，官兵列队甲伊行礼，送伊离开。今天我去整理他寝室的时候，就刚好看到了。那同学说，平常他在学校都戴着这一顶，然后戴一下很合啊，所以我也带着他。时代送逝世离开，场面是让人感觉真悲伤。起阵是伫灵堂送因后生行最后一段路，对空军提供协助，伊是表示真感激，嘛希望外界对军方会当以鼓励来取代批评。各界不要给我们军方太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他们其实这一路来他们处理的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细腻，好好的赶快同学们回到飞行线上，赶快受训，赶快完成这个飞行的这个训练。你看我们现在国家正需要他们在领空捍卫我们的时候，其实台湾各界应该多给他们鼓励。总统蔡英文今仔日落南去探视家属，嘛对期待军春节的代志表示唔甘，希望家属一定要保重身体。其阵是感谢国家栽培因后生，不过便若想到因后生遮尔少年就行去，目屎也是干目甜。也若期待军因阿公嘛是空军的飞官，捌做新德基地11飞行大队的大队长。其阵是对空军的学者有提出建议，嘛希望事故的调查会当互因了解代志发生真正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民营的正声电台大股东就是汉儒甲华儒这两个基金会，过去是军方的经费所成立的。国防部最近要求这两个基金会就要修法，承认是政府捐助来成立的。不过汉儒基金会回应国防部无法度来照办，军方也讲维护国家财产的立场，若准有必要，一定会提出告诉。红白色的铁塔伫台北市博爱地区的重庆南路顶悬，离总统府无到300公尺。这是正声广播电台发射设备。正声电台伫1950年由军情局甲民间人士做伙出钱，伫咧军情局附近的树林芝山岩地区成立，负责部分的情报工作。军方后来甲股权捐予军方成立的汉儒甲华儒基金会，即马国防部要求这两个基金会要修改章程，承认是政府捐助成立。不过汉儒基金会回应讲无法度照办，军方按说要提告讨回所有权。依据财团法人法的相关规定，汉儒跟华儒基金会应该属于政府全额捐助的财团法人，自然要依照这个规定来修改捐助章程，依照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等规范运作，才符合法律的规定。把时间调转去淡水边政府时期，讲电话修法，予党政军退出媒体。迄当阵的军情局局长沈世杰决定另外成立汉儒基金会，来处理军方有正声电台股权的问题。后来阁另外成立华儒基金会，甲汉儒的股份分散。立委拢支持政府要对国家的资产有一定的掌握能力，不过敢要提告有无共看法？我觉得国防部跟基金会这边都不必过于坚持我觉得基金会不必回避这个问题，转型成一个有政府参与、能够决策的这个基金会，取信于民众嘛。国防部表示，会继续甲汉儒、华儒基金会进一步敲切所有权权属重点，来维护国家的资产。不过，若是有必要，嘛只好依法采取相关的法律作为。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宜兰南方澳的海底，这漩涡礁最近有发现到路营用的钉仔，破坏到海洋生态。县政府农业处强调，漩涡礁是保育类，破坏者上重，要关到5年，而且上济会当罚到100万。伫咧海底的漩涡、护栏顶、路营的硬钉，现场总共发现4支钉仔，每一支拢有15公分长。后面将看了真唔甘。南方澳豆腐夹海蟹有真侪漩涡礁，真侪爱唱水的游客拢会来遮唱水。不过最近有人发现漩涡礁顶头护栏顶路营的硬钉和漩涡破空，看了真受气。将相片放伫咧网络顶要找凶手，大家拢讲钉钉仔的人真恶质。最重要还是要培养大家的公德心。因为毕竟就是珊瑚，它就会长在那边，那就是它的家嘛。就是我们自己在自己家，然后被这样糟蹋的话，都不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被对待的方式啦。豆腐夹伫南方澳渔港东边，本来是国有财产所伫咧管，2016年由宜兰县政府代管，水系内面有爆花，所以海面真平静，真侪人伫咧遮耍海上活动。豆腐夹海蟹是宜兰除了石城以外，另外一个有漩涡礁分布的海蟹。那如果是保育类的话，这个部分涉及到刑责，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我们的罚金的部分，最高也可以罚到100万元。县府讲，漩涡是自然界动物，民众若是破坏伤害保育类的漩涡，会当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上悬100万的罚金。希望民众伫咧进行海上活动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唔通去破坏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风馆的海边，当地渔民是用钓蚵仔的方式伫咧饲蚵仔，不过渔民也拢伫咧质疑讲，这离岸风电工程造成影响，甲这土沙对着海流入来，甲这蚵仔拢翕死。中华县政府表示，后礼拜会邀请水试所专家、风电业者甲渔民座谈，了解证据。风力要发电，蚵龙爱生存。30几位中华风馆饲蚵仔的农民大声话不满，讲因已经饲了8万年的珍珠蚵仔，这几年大量死亡，认为甲离岸风电工程有关系。讲因在来这几车蚵仔拢是空壳。我安尼只开等于毋就破破无全部偌多。在地饲蚵仔农民讲，离岸风场工程是早暗拢动工，中华近海海域海底土沙，互因拉规了规个路脚架。伫咧退满楼的时阵，种咧海波，互因饲的珍珠蚵仔，毋是饲袂大就是死去。所有的灾害，政府都有咧做是安啦，这道阵啊拢计甲抹水迄条，搁有遮人咧生活的时阵足多的啦。中华县政府统计，全县饲蚵仔的面积269公顷，年产值2.8亿。农业署讲，后礼拜会请风电业者加水产试验所的专家，甲农民坐来谈，用科学资料分析影响珍珠蚵仔成长的原因。下个礼拜也是要求这个风电业者跟这个台电跟邀请这个专家，就是水试所以及科农。看看这个科到底这个减产跟这个风电业者他们的关系到底有多直接？县府强调，若是饲蚵仔农民的损失是因为风电工程，将会要求业者补偿。农民是讲，并无反对风电，只敢希望找出会当甲力量永续共存的方式，守护全台湾唯一的珍珠蚵仔的产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即马平均每天要到1万人确诊，这个确诊者所使用这粪扫量也是大大增加。委托的厂商是清袂了，即马各地头的清洁队也来到支援，处理确诊者的粪扫量，这个清洁队员的风险也变甲真悬。清洁队员规身躯的防护装备，因为因来处理确诊者的生活粪扫、灌粪扫、淡粪扫了，对粪扫地啊、车辆甚至全身拢爱一摆搁一摆消毒。最近高雄确诊者增加，因的工作量嘛增加。全身可能就会很热，大家会紧张，但是我们回去区队停车，我们都会消毒完，然后就是每天测量体温。清洁队员感受到压力，因为本地确诊者居家的粪扫是委托厂商处理，想袂到高雄即马平均每天有将近1万人确诊，居家照护有6万多人。
5月高雄居家照护甲防疫旅馆废弃物超过101000公斤，平4月47000公斤，丁倍较低。各地清洁队嘛爱斗3工，有专人清运确诊者的生活粪扫。因为迄个确诊数的增加，所以讲因嘛一定量能无够，所以讲当下环保局迄个决定讲为清洁队来作为进入帮忙协助清运。以即摆来讲，一工只平均清运拢差不多20号至30号。最近嘛有清洁队员确诊，虽讲无法度确定感染甲工课有牵连，不过徛伫防疫第一线风险悬。市府表示，包括医护、民众、清洁队员会提供相关奖励。记者陈亚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南投县的消防局最近专工安排一寡课程，要来训练这的消防人员，包含着跳远、加石链等等，希望会当增加消防员的协调性、金马耐受程度，也保护因伫救灾过程会当减少伤害。消防员的工课会当讲是包山包海，毋但爱拍火，阁有救护、水hệ甲山hệ的搜救行动，甚至是洪灾甲地震等等各种灾害人命的搜救。面对各项的勤务，消防员毋但爱利用时间来操体能，阁爱营养无共救灾的项目做无共款的训练。灾害现场的救人啊，还有救护的搬运患者，这都非常需要肌力跟体能的。那肌力的部分就是防止消防人员受伤，因为现在基本上，如果你只要有一个受伤的话，那对于消防勤务的影响是很严重的。考虑英国体能训练已经无符合消防人员执行勤务的需要，县府消防局配合中央的政策，做新型的体能训练。请教官来甲消防人员指导甲讲解，加强救灾甲救护爱有的能力。内容包括跳远、来回走、甲压脚链等等7个项目。要求后抛的部分，那它是利用全身性的力量往后去抛掷，那也可以训练我们身体的协调性。肌力体能的训练之后，就是加强核心肌群、腹肌跟背肌的力量，那就使我在生活上，就日常生活就比较不会平常就什么一个姿势就容易闪到腰或是腰酸背痛。县府表示，这届有300多个消防人员参加测验，希望透过这届的训练，让消防员伫咧第一线面对无共救护甲救灾的情形，会当有好的体能来应应各种的状况，进一步保障人民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狗仔是咱人上介好的朋友。台湾有一个狗仔教育训练协会，拢伫咧训练工作犬，来帮助身心障碍者因的生活。最近因也带狗仔去陪伴失智的老大人。温顺搁古锥的狗仔，乖乖啊，互人摸头。即寡长辈嘛感觉真心实。这是伫咧台南市南区的夏东陆地学堂。台湾狗仔教育训练协会带一寡辅助工作犬来这陪伴老大人。是带着我们的自闭症工作犬的使用者冠月，一起来夏东这边，就是服务失智的长辈们。人讲心腹犬的工作犬，毋是为着要救灾，嘛毋是要去海关查验，是为着要辅助身心障碍者维持情绪甲身体状况稳定。亲像这位自闭症的患者吴冠岳，嘛因为有工作犬伫伊紧张惊吓的时阵，来甲伊安踏，互伊放轻松。即摆嘛会当带狗仔做回来和即寡老大人互动，可以让我放松心情。对，像如果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不想摸摸它，或者是让它坐床上跟我一起睡觉。2个人一起生活其实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冠月因为自闭症工作犬而开始独立，开始可以回馈社会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借由它的力量，然后呢，让更多自闭症的朋友知道说，不是只有被帮助而已，我们今天是有机会可以帮助人的。台湾狗仔教育训练协会透过和失智据点合作，毋但互老大人同齐甲古锥的工作犬算甲喙笑目笑，心情放轻松，嘛互身心障碍者会当翻头来做公益，为社会贡献。记者综合报道。家庭照顾者长期以来要照顾因厝内面的人是真辛苦。嘉义市长期照顾中心配合病院甲24间在地店家，正式启用米米仔笑商店，希望会当提供家庭照顾者休喘的空间甲环境。细姨甲时代为民生欢起心，一个人照顾时代已经7档外。李小姐讲，家庭照顾者面对的问题真多，
真需要一个会当互相交流、小可休喘的所在。那至少可以到外面透透气、呼吸新鲜的空气，然后或者是跟三五好友，甚至是这个同样是家庭照顾者的伙伴一起来研商说之后的照顾该怎么继续。嘉义市长期照顾中心为着要照顾亲像李小姐这款的家庭照顾者，配合嘉义基督教病院甲24间卖饮料甲点心的店家，共同提供优待服务，希望让家庭照顾者有休喘的所在。出示这个卡片到我们这些店家，就可以享有一些服务跟这个优惠。那另外，我们希望嘉义市也有更多的店家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计划，然后给家庭照顾者更多的支持。嘉义基督教病院表示，根据因的服务资料统计，嘉义县市的家庭照顾者大部分拢是60岁以上的女性，因规年通天照顾病人，已经有82%以上出现困眠的问题。希望政府甲民间共同合作，避免家庭照顾者成做后一个需要照顾的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4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3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